点点，你们在做什么啊？彤彤姐姐，怎么办？老师叫我们回来找一找家里有什么形状，要把它画下来。我们都找不到哎。怎么会找不到呢？你们认识什么形状啊？沙发应该是软软的形状，桌子应该是高高的形状吧？软软的，高高的，那个不是形状啦。那不然什么才叫做形状呢？这个，你看，这个有3个角、3个边，它是三角形，三角形。三角形。像那边那个时钟就是眼形。哦，我知道，眼影一定是圆圆的形状。没错。彤彤姐姐，那这个呢？它是什么形状的？你这张纸啊，它叫做正方形，正方形，因为它4边一样长哦。而且在日常生活中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正方形、三角形或是圆形的东西哦。哎，这么一说，好像是哎，像手帕是正方形，球球是圆形，披萨是圆形，蛋挞是圆形。某某，你怎么都想到吃的啊？正方形、正方形、正方形、正方形。某某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画正方形，4边那样一样长才是正方形。难怪你用尺一直量。圆形、圆形、圆形、圆形。三角形、三角形、三角形、三角形。彤彤姐姐，眼镜的镜片圆圆的，是眼形。哦，没错。那眼镜有三角形的吗？好像没有哎。三角形、圆形、正方形，3种形状的客家话，你都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来了。